你要被多鸟了工地呢，我还记错住，多好路我到了不起，而且还没赶上，我呢还没呢还有门道的。我爸对对大家看对对进来嘛，我去报了我爸妈懂得嘛，我跟当到，你看有没有看到了，弄得好我去报给了，超个绕得好，还有弄个绕了好开，中华年龄，你乱讲，一起弄啊，一起到弄吧，过来，我叫车到好好流浪道啊，安家。我家做你用这多久啊？你要不要啊？别人家搞笨了，我多少不白不要啊？你就不要？要了吗？要有人可以搞啥工地？你没有啥好的，你说好了吗？我们把他搞在人道啊？难道你去下的？你呀，我懂你不认呢，都家家个人都刀了嘛？啊？老啊，老哥弄得好弄刀嘛？那路人你这一来都知道，我有错那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很多我有没也买一盒啊？你了，你抓酒呢？我都你我酒啊，这好人呀？那妈妈那本地我好人没多嘛？错，我有没也就回头老们家了嘛？你虽然买了8我的嘛，弄多了工资呢？我记得把我搁着，我要管理我要回家了8年我，看来有点不好啊？你我就我嘛少看人家3亩。去3点我绕了你要不报啊？要为你家些绕啊，莫被人家着我那觉得你猜我玩啥？Hello， 你不要叫啊！我被做工地多少工地好懂好走，你不要打工第1名就没好好留抄啊。好的。妈妈，我去烧水壶怎样呢？烧壶你呀，烧壶就妈妈我知道，妈妈我讲，妈妈我立马烧你这，以前我们这里热了，把我那狗母啊，卫生问题哈，我的。我就做了，找水问题哈，老陈高文，哥弟，我这里啊，几早在打木还没白啊，我去搞我沙龙，几早给了，你看老几那几要加油了，我前要那你知道碰好了吗？鸡蛋，啥鸡蛋？鸡蛋弄到了，我都包给了，如何么？加起来搞给老给当然了。几早一来就几场，在打木车。有哩，收了弄嘞，找来啥好的了啊？找啥好的？那服务器呢？找那对几包，搞啥好的哩？几包单啥好的哩？那有讲都还啊？其实蛮报道，我们学校都是你找啥好的哩？对几包啥好的哩呢？一些人傻到。你会让你自己的服务好啊，记账作废啊！按到山头我，记账做一来就记账。有人嘛打了，我母在了，我知道才对嘛。路钱了，那几我路啊，我有没钱了？都多了好了几口在路上这个要能没去上。这你别笑。